向日姊妹平安。无意中，咱的牧者因为因的细囝子瑜啦有确诊，所以昨伫小会伫向无去注意到讲，即礼拜是请夏牧师，所以伫烦恼讲今日的讲台，但是上帝早就备办啦顶礼拜的周报都已经看，今日是夏牧师讲道。 凡事斗来，要互听主的人得到利益。咱今早起礼拜游玩伫即个所在，要欢欢喜喜，大家大声来吟诗，请咱来吟圣诗51首，圣哉圣哉圣哉。圣哉圣哉圣哉，专灵。 主宰，让这天下求个路主耶和华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将你的对高路兄弟，既尊既快既大。 咱过来看346首。坚如好歹是主所定，伫这个疫情的中间，真正咱的心悠然安然自在，因为主甲咱伫底咱来吟第1节甲第3节。 天如好歹是主所定，上帝的照顾你，念主是的稳当免惊，上帝的照顾你，上帝的照顾你，大日的过。 大日出路，上帝的照顾你，上帝的照顾你。第3节，无论拄着偌大试炼，上帝的照顾你，你祝福气拢没亚生。 上帝的照顾你，上帝的照顾你，大日的过，大日出路，上帝的照顾你，上帝的照顾你。 请咱闭眼心来礼拜。
来啊，咱着向耶和华唱歌，向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向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吟诗信诗51首，信诗51首，信哉信哉信哉，请起立。请咱犹原徛立，讲读新的诫命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律法传下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有新的诫命予你。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就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启印文第四篇，启文第4篇，我来启，大家来印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我靠你。我的灵啊，你捌对耶和华讲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我保护。论到地上神的百姓，因行业之好，是我所称心欢喜的。因别个神对我耶和华的，因的忧苦要咱加添。因献电费的价，我无要献。我的嘴唇也无要提起因的名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甲我背中的份业。我所应得的，你甲我固守。所让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。我的产业实在真好。我要学咯，迄个教是我的耶和华。你是我的心愿，也指点我。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。因为你是我的正缘，我就无摇拽。因为安尼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。我的肉身也是安然徛起。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。
也无互你的性命愈着朽烂。伫个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，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自即个主日的早起，带领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吟诗学乐你、尊重你、敬拜你。感谢你听阮赏述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，互阮因为信耶稣成做你的囝儿。你的爱实在无穷无尽。伫过去的日子，阮有得罪你的、忤逆你的、远离你的，求你赦免阮的过犯。阮有得罪人的，互人宽容原谅阮，阮也会宽容原谅别人对阮的过犯。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学乐信歌队所要学乐的诗歌是：我要向耶和华唱歌。我要欢喜出快乐一声，我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用欢喜感谢主出大声，一切荣光归伫主圣名。圣经今仔的圣经是记载伫诗篇16篇，诗篇16篇第1节到第11节。今仔日的周报后面嘛有今仔日的经文，我来读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
因为我可你。我的灵啊，你捌对耶和华讲，你是我的主，你以外我无福气。论到对相信的百姓，因是结局好，是我所深深欢喜的。因别个神对换耶和华的，因的忧苦要哪加添？因献电开的祭，我无要献。我的嘴唇也袂提起因的名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甲我背中的份业。我所应得的，伊甲我固守。所量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。我的产业实在真好。我要学乐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，眠时我的心肠也指点我。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，因为伊伫我的正边，我就无忧绝。因为安尼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。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，也无互你的圣言拄着朽烂。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。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，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。圣经读到这，讲道，请考下兵牧师讲道的题目是：面对困境，继续向前。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是迎青教会的考下兵牧师。我是咱芝梅牧师甲义杰牧师在神学院的同学啦吼。芝梅牧师是算阮的学姐吼。但是我甲义杰牧师吼，阮在神学院的时阵拢是足好的朋友。嘛真感谢主吼，阮出来牧会煞了吼，阮嘛真做真好的好朋友。所以今日有机会会当受邀请来到咱的建成教会。我知影我们建成，我们有爱啊。是，嘛真正真趣味呢吼。本来我想讲义杰牧师，我想讲你要转金门吼，就来讲道。你也伫咧教会啊，佫请我来是要创啥？昨仔才知影，原来是因为子瑜吼准备要确诊啦吼，所以因着全家安尼居隔吼，无法度出来。我才知影我今日任务重大呢吼。若是无答应义杰牧师的邀请吼，安尼今日就。我靠上帝啊！今日吼，咱读到即个圣经吼，是诗篇第16篇。即个诗篇吼是啥人写的咧？是大卫所写的。咱看到吼，咱若是掀开咱的圣经，咱会当知影，即个诗篇第16篇的头前有一个括号，括号写啥呢？写讲即个诗篇是大卫伊经的诗。是一个经诗。为什么伊会写经诗经的诗吼？咱拢知影，金仔是啥物意思？足宝贵的吼，有人足意爱金仔的无？会啦吼。我会记阮妈妈吼要结婚的时阵，阮阿嬷吼就偷偷啊吼，甲伊的腮壳有一包安尼摕出来，就放伫阮妈妈的手头，讲妈妈无法度互你写，这拢互你安尼吼。我要结婚的时阵吼，我嘛是拢迄个时阵厝内底嘛无钱。我要结婚的时阵，就是我甲阮某阮两个就足认真欠钱，欠一寡钱要来结婚。我知影厝内底无钱，无法度甲我斗相共。但是阮妈妈嘛是共款，摕一包金仔就讲妈妈无法度互你写，这拢互你安尼。所以我就知影，咱拢知影，咱台湾人拢知影，金仔对咱来讲实在是足宝贵的。所以对大卫来讲，其实嘛是安尼。对大卫来讲，即个诗篇吼，16篇吼，对伊来讲是足宝贵的诗篇，好亲像是金仔共款。我知影圣经的诗篇的内面吼，拢总有150篇吼，大卫差不多写70几篇。但是为什么敢若有5首对伊来讲是金的诗，16篇就是对伊来讲是足宝贵、足宝贵。第二个意思是啥？咱知影吼，金仔吼要提炼出来，爱用啥物来烧？爱用火甲烧。火吼愈旺愈烧，迄金仔就愈纯安尼。所以对咱看，咱嘛知影，
这个诗篇哦，对大卫来讲，应该嘛是伊生命一个敢若互火烧过，有一个烧过的一个经验呐吼。所以伊甲即个诗篇甲写落来。咱今日的题目是啥？咱今日的题目就是面对困境吼，面对咱的困境，咱爱安怎来面对咧？咱爱继续前进，咱爱继续来向前，还是讲咱面对咱的困难的时阵，咱是调得遐，袂顶袂动？面对咱的困境的时阵，咱爱安怎来面对？咱知影上帝吼没有使天色常蓝，对无？但是上帝伊有应允，伊永远要甲咱同在。所以咱会当安尼来想：当咱面对困境的时阵，当咱面对患难的时阵，咱会当继续向前来行，并且咱会当来经历到伊的应允，就是伫咱继续向前来进行的时阵，咱会当来经历到上帝是永远甲咱同在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今日就要做伙来看大卫，伊面对伊生命的患难，伊面对伊生命的艰苦的时阵，伊是怎样来经历到上帝是甲伊同在的上帝？咱嘛要来看，伫患难的中间，大卫伊经历到啥物？伊的生命有啥物好的物件会当互咱做伙来学习？第一项吼，你若是有做笔记的习惯吼，你会使甲抄写起来吼。第一项是伫患难的中间，咱搁爱来想一下，咱搁爱来反省一下，咱军队会是啥人？咱是甲啥人徛做伙？伫今日的第一章吼，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才甲咱讲，伊讲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我靠你，我的灵啊，你捌对耶和华讲，你是我的主。你以外，我无福气。兄弟姊妹，伫患难的来临的时阵，咱倚靠的是啥人？当咱拄着艰苦的代志的时阵，咱仰望的是啥人？你是伫超找上帝，还是超找别项的物仔？当咱伫超找上帝的时阵，敢会因为感觉上帝拢无讲话，或者是上帝伊的意见、伊的引带？甲咱的想法无共的时阵，你会安怎来反应？你是就决定讲，安尼我来倚靠别人好啊，我来倚靠别个神好啊，还是讲上帝是你独的一个愿望，还是你搁有想讲你会使倚靠别人？咱知影，当摩西伊伫西奈山去甲上帝见面的时阵，山骹有侪的百姓伫遐等待伊，但是因等足久，等无摩西落山，后来因着足惊吓、足艰苦，因着创啥？因着找足侪人，甲因迄个手指啊吼，迄个耳环啊吼，拢摕出来，因着甲小小咧，着去做一个啥？金牛对无吼？金牛犊安尼，因着开始伫遐拜金牛犊。咱看到，其实伫遮个以色列百姓。因当摩西无伫因的中间的时阵，因的烦恼，因的毋知影因头前的路要安怎行的时阵，其实因会当好参像搁伫埃及的时阵，面对患难的时阵，因是耶和华来祈祷，因是耶和华来呼求。但是伫即个所在的时阵，因无安尼做呢，因是去做一个别个神来寻求帮赞。兄弟姊妹，咱拢知影，咱的心内应该爱有一个位，是互上帝放在内面的。敢是安尼？当咱甲上帝无放伫应该放的迄个位，甲上帝提开，甲放别项物件入来，迄就是啥？迄就是别神啊！有的人放啥？有的人可能是放伊的钱，伊倚靠的是伊的户头内面有偌济钱。有的人所倚靠的可能是因翁因某，有的人可能是倚靠的是伊的囝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应该爱搁一摆来确定，迄个位应该是放耶和华上帝，毋是放别项物仔。咱看到大卫，伊就是安尼的。
大卫伊拄着患难的时阵，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第1节，伊头一句话就是叫啥？叫上帝啊！伊是叫上帝啊！伊讲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上帝啊，求你来帮助我。伊即个意思是啥？伊是讲上帝过去你一直拢在甲我帮助，你过去一直拢在甲我引带。即个时阵，我犹原要将我的目睭、将我的眼光拢看你，拢来仰望你。咱知影，人会喊上帝，当人会出声喊上帝的名的时阵，一般来讲，拢是人在危险的时阵。吼，就人什么时阵会喊妈妈？会惊的时阵嘛，巴肚枵的时阵，妈妈，共款。人什么时阵会喊上帝？就是当人在面对困境的时阵，人会喊上帝。但是这嘛表示一个代志，因为伊知影上帝会甲帮助，上帝是伊会当倚靠的上帝，所以伊会当安尼来喊，并且咱就看到大卫继续来宣告，伊讲：你以外，我无福气。意思是啥？上帝独独伫你有帮助，独独伫你有倚靠。咱知影即句话，你以外，我无福气。这毋是一句敢若壮大士气的话，嘛毋是一句敢若呼口号的话，毋是凊彩讲啊尔，毋是一句讲伊无法度，毋免讲煞了，毋免负责任的话。即句话为虾米大卫会当画出来？即句话其实是建立伫大卫伊对伊的人生的一个理解、一个思考。所以伊讲啥？伊讲论到地上神的百姓，因结局好，是我所深深欢喜的。因别个神退换耶和华的因的忧苦，要哪加天？因为大卫伊捌看过遐军队上帝的人，因过了拢真好，因的性命真水，所以大卫伊会讲：哇！论到这个地上神的百姓，因结局好，迄是我所欣赏的，迄是我所喜爱的。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吼，但是我后来受洗礼刷了，我嘛甲阮老母传福音。阮老母嘛足紧，伊就讲好，我要做基督徒。我有一摆我就问阮老母讲：你为虾米想要做基督徒呢？伊就讲吼，伊细汉的时阵住伫瑞芳遐，伊瑞芳住伫迄铁路的边啊，因迄个顶悬遐就有一间教会叫瑞芳教会。伊就讲伊细汉的时阵，常常看人穿水水的，吼，礼拜日的时阵穿水水，足有气质的，吼，安尼行路去做礼拜。阮老母迄个时阵，伊就讲原来信耶稣的人拢生过即款，足水的，伊就足欢喜，就感觉讲，伊若是有机会，伊嘛想要信耶稣。迄就好亲像是今日即句话共款。大卫讲，论到地上神的百姓，因结局好，是我所深深所欢喜的。兄弟姊妹，其实当咱有一个听上帝的心的生活的时阵，其实咱的性命就在做见证啊，就在传福音啦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看到这大卫伫患难的中间，伊先确定一个代志，就是讲我所军队的是啥人，我所呼求的是啥人。伫患难的中间，咱会当搁一摆来调整咱的心思意念，咱会使搁一摆来反省，到底咱伫人生的当中的中间，咱军队的是啥人？上帝，敢是我所倚靠的？咱敢有相信，这位听咱的上帝，伊抑搁甲咱同在？咱敢有相信，伫上帝的内面会有上好的安排？咱敢愿意听候上帝的时间？第二个，咱来看卖，伫患难的中间，咱阁会当有啥物合适？其实患难来的时阵，嘛是训练咱属灵的迄个信心的时阵。伫经文的第5节，这第5节甲第6节，咱就看到大卫讲啥？大卫讲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甲我杯中的份业，我所应得的，伊甲我固守。
所让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，我的产业实在真好。其实咱读这两句经文的时阵，我毋知你的看到这，你的心情是安怎？其实这个字看起来实在是真水，吼！这个字看起来读出来了后，会互咱感觉真幸福、真美满。只是讲，其实我认真去读圣经煞，我感觉大笔写这个话，伊根本就是家己在骗伊家己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大笔在写这篇诗篇的时阵，其实伊是在走路呢。大笔是在走路，伊这个时阵，伊互扫罗王来追杀，伊匿伫一个树林的内面。兄弟姊妹，一个走路的人，倒位有产业？一个走路的人，伊哪有可能有土地？一个走路的人，哪有可能会当住伫一个真水的所在？一定是秘伫一个垃圾的所在，无人的所在。兄弟姊妹，大笔写这个话，根本就是敢若在做梦梦共款。但是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当环境拢咱讲无可能的时阵，当边仔的人拢甲咱讲你无机会啊啦，你莫孝想啊啦，咱过去的经验嘛甲咱讲啊，你做袂到啦。当咱的环境拢遮尔啊无愿望的时阵，你会安怎来反应呢？你会安怎来回应呢？你是会放弃？你是会生气？你是会拢责怪别人，怨天尤人？还是你会安怎来反应呢？伫患难的中间，我要讲代笔做一个模范，互咱就是患难来的时阵。就是咱会当训练咱的信心的时阵，是一个训练的机会，是一个训练的好机会。好亲像圣经的内面，足侪人物拢安尼甲咱教。好亲像亚伯拉罕，伊是因为信心，伊受呼召的时阵，伊就遵守上帝的命令，伊就出去啊。伊要出去，但是伊出去的时阵要去倒位，伊知影无？其实伊毋知影呢。但是伊着用信心来出去。摩西嘛是同款，上帝呼召摩西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伊要出去的时阵，其实伊实在是足紧张的，因为伊啥物拢袂晓。但是上帝一直甲伊鼓励，一直甲伊鼓励，一直甲伊鼓励，伊着照着信心，伊着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去上帝要引带因去的迦南的所在。兄弟姊妹，当患难来的时阵，是咱需要训练咱的信心的时阵。患难来的时阵，咱要安怎来训练呢？咱爱对看会到，才有信心。变换真做是，我靠上帝，咱大有信心。虽然讲代志还未成就，代志还未实现，但是咱我靠上帝，咱有一个上帝的眼光。咱好参像已经看到上帝已经将迄个迦南美地赏赐予咱啊！迄种信心毋是用嘴讲就有啊！迄种信心是用生命去训练、去经历着，才会当得到的。特别是伫咱徛伫患难的时阵，是上好训练的时阵。咱需要搁较侪来较无信心来充满咱。咱需要搁较侪、较无对上帝来迄种属天的信心，相信上帝伊要赏赐予咱的是真水的所在。咱爱相信上帝要赏赐予咱的是超过咱所想象的。兄弟姊妹，一个有属天信心的人，伊知影，伊毋免开真侪时间伫世界遐超找帮站。伊会当独专心来侍奉耶和华，仰望上帝，来接受上帝要赏赐予咱的恩典。这就是属天的信心。属天的信心是啥？就是相信上帝有备办，相信上帝会引带，即使目前都还没有实现，
但是伊的信心就伫即个所在，伫患难的中间开始操练，开始训练出来。兄弟姊妹，伫患难的中间，是咱会当训练咱的信心的时阵，到底咱的信心是定根伫什么物件顶面？是建立伫咱所有的一切吗？是建立伫无病痛、无灾害的顶面吗？还是建立伫咱的人脉、咱的存折，建立伫咱的学历、咱的背景顶面吗？咱做伙来学习，伫患难的中间，伫无气力的中间，咱求上帝教示咱的信心。伫啥物拢无的时阵，咱求上帝来指点咱的信心，互咱会当伫患难的中间训练出迄个属天的信心来。第三项，咱来看大卫伫患难中伊学习啥？伫患难的中间，咱需要来找到正港的快乐，正港的欢喜。咱看到经文第8节、第9节，经文安尼甲咱讲：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，因为伊伫我的正面，我就无忧抓。因为安尼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神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来徛起。兄弟姊妹，通常伫患难来的时阵，咱会拢定定感觉真郁卒，嘛会感觉真失志，甚至咱可能会真生气，哪有可能会当有欢喜的？但是咱拢知影，人生不如意的事情10之8九，无一个人会当讲伊的一生的内面袂去拄着患难，无人会当讲伊的一生的内面袂去拄着遐不如意的代志。既然是安尼，咱无法度去改变外面的环境，咱总是会当来改变咱内在的心情吧。外面咱无法度改变，但是咱的心，咱会当来改变。我伫做学生的时阵吼，阮的教会捌来一个台湾大学的教授，伊来阮教会讲道，因为是一个基督徒。这个教授真趣味哦，伊讲伊细汉是住伫个嘉义的庄骹，因老爸因兜是种田的啦吼，所以伊就讲伊自细汉吼，就足辛苦的，拢爱斗相共。伊就讲伊自细汉伊的人生是足散车的，而且伊的生活是足黑暗的、足阴暗的。伊就安尼讲，但是伊讲吼，伊无互伊的人生因为散车，因为足艰苦，伊就互伊打倒。伊讲吼，伊颠倒吼是足骨力的，伊就感觉讲吼，就是因为伊足散车，伊生活啥物拢无，所以伊爱比别人搁较骨力来过生活，来读册，所以伊就真认真读册，一直读册。伊后来就读台南一中，搁考到交大，搁考到台大的研究所。后来伊无钱，但是就一直读册，有迄个奖学金吼，伊就出国去密西根大学去读迄个行销学的博士。伊就讲伊细汉无钱，嘛无啥物物件通食，所以伊就讲吼，伊会记伊自细汉吼，行路定定会跋倒啦吼。伊就甲阮问一句话，就讲兄弟姊妹，跋倒了后，你会安怎来反应呢？你跋倒煞你会安怎？一般的人就讲就紧徛起来嘛吼。伊就讲对啦，爱徛起来，但是毋通安尼。你小看涂骹有5箍也1箍无？徛起来时阵嘛，小猛捡一下吼，捡一寡好物仔起来，无你跋倒着安尼就无彩去啊吼。我听到这个台湾大学的教授伊在分享这个部分的时阵，我感觉哇，伊实在是足趣味的。若是我吼散车，我就感觉真艰苦，跋倒就感觉足衰的吼，就足生气的。但是伊既然是讲跋倒，就拍一拍吼，看有啥物好笑，小笑的。我感觉伊实在是足幽默的吼。但是咱看到大卫嘛是安尼呢。大卫其实我拄仔讲到伊写即个诗篇的时阵，伊是伫患难的中间，伊是伫走路的时阵，伊伫患难的中间，伊毋是伫遐艰苦生活安尔。
伊是将上帝耶和华上帝放伫伊的头前，伊是将耶和华上帝放伫伊的正边。伊讲，当耶和华伫我的面前，伫我的正边的时阵，我就无摇拽。兄弟姊妹，当咱将上帝放伫咱的头前，咱就会当来经历到，伊要将活命的路指示咱，伊要将活命的路来引带咱，就是安尼。本来应该是上艰苦的时阵，本来应该是上无希望的时阵，本来应该是上孤单的时阵。却变成是上欢喜的时阵，却变成是上快乐的时阵，却变成是上安稳的时阵。因为代表将耶和华上帝放伫伊的面前，放伫伊的正边。兄弟姊妹，咱拢知影地上的快乐，伫时间的顶面来看，伊是足短暂、足短暂的。对内容来看，其实地上的快乐过了后，对咱定定嘛是感觉真失望，有的时阵嘛感觉真空虚，因为地上的快乐，伊毋是真实的。地上的快乐，伊定定是敢若是一个糖衣甲包起来，食的时阵足甜，但是伊迄个糖仔无去，伊内面其实是毒药。伊迄个真欢喜的背后呢，实在是有侪的艰苦。但是，什么是满足的喜乐？满足的喜乐，迄毋是世间人会当互咱的，伊是上帝所赏赐的恩惠。满足的喜乐是上帝所赏赐的平安，所赏赐的安慰，因为有上帝的照顾，因为有上帝的同在，互咱会当经历到安全，经历到快乐。伫基督内面的生命是真踏实的，是真活泼的，嘛是一个真有愿望的。兄弟姊妹，伫患难的中间，是咱会当搁一摆重新来对焦的时阵。到底咱的喜乐、咱的欢喜，是建立伫咱拢顺一帆风顺吗？还是讲咱的欢喜是建立伫咱有功成名就啊？我考第一名啊！我领足悬的薪水啊！啊是咱的欢喜是建立伫咱的迄个享受的内面，啊是讲咱的快乐是建立伫足侪人对你真意爱，咱做伙来合适。真正的欢喜，真正的快乐是建立伫耶和华时常放伫咱的面前，将耶和华时常放伫咱的正面。互耶和华上帝来指示咱行迄个活命的路，有耶和华指示咱、指点咱，应该有啥物爱来调整的时阵，就是咱会当得到有满足的欢喜，有永远的快乐。今日咱对大笔的诗篇，搁一摆来学习，咱毋免烦恼患难来的时阵，患难来的时阵，就是咱会当搁一摆来思考。咱到底是军队耶和华上帝，还是军队这个世界？当患难来的时阵，嘛是来训练咱，到底咱的信心是建立伫什么顶面？应该是建立伫上帝的话语的顶面，还是咱建立伫这个世界空虚的顶面？当患难来的时阵，咱嘛来思想一下，咱敢有正讲真正的欢喜，真正的喜乐？真正的欢喜是伫耶和华上帝甲咱同在的内面。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借着诗篇16篇大笔的诗篇，互阮知影，阮的生命需要经过训练，需要经过有火烧共款，安尼阮的生命才会当真做亲像金仔共款水。共款来宝贵，主今日求你来帮助阮，伫患难的中间，互阮搁一摆来了解，主你是阮爱超吹的对象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是阮的上帝，你以外，阮拢无福气，阮爱来到你的面前，主上帝，求你嘛来帮助阮。阮知影，阮有的时阵，阮的信心真正真少，但是
当阮有你的话语的时阵，你的话语就会当成做是阮的信心。嘛求你的灵来充满阮，互阮知影你甲阮同在，阮会当有充满有对你来的信心。主，你嘛来帮助阮，有的时阵伫生活的当中，伫生活的中间，真正真艰苦，真正无喜乐。但是求你来帮助阮，因为阮的喜乐是爱定根伫将耶和华上帝放伫阮的面前，将耶和华上帝放伫阮的正面。当阮知影你甲阮同在的时阵，阮就有安全感，阮就知影阮会当有喜乐。主上帝求你帮助阮众兄弟姊妹，可能有的人即个时阵伫患难的中间，帮助阮伫患难的中间，嘛会当得到对主来有满足的欢喜，有永远的快乐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回应诗信诗346首，信诗346首，根据好歹是主所定，请起立。请坐。奉献，咱请书献的同工。
请起立唱奉献诗。请坐。公道，请掀开旧布来呀。大多数项教会意向，新传正信徒，万民改这诗。第一点，阮为着肢体咧调用的。陈金子、刘慧英、陈王兰、卢雪英、胡艺梅、洪甘之、石玲玲、陈旭苑、陈美芝、刘秋敏、张昭明、陈丽水、刘慧忠、赖胜雄、陈秀龙、杜昭、林以诺、陈德明、陈义利、昭泰牧师、林双耀、江玉秀、林秀英、郭道博，以及复健的陈昭明、汪世军，以及洪千惠的父亲，以及确诊居隔者，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。第二点，我们为着8月20、21，就是昨天跟今天青少期夏令营祷告，愿主的喜乐甲平安甲因同在。第三点，为了中国长期试图以武力、外交、经贸等政治力量牵制台湾的发展祷告，我们愿公义怜悯的主护佑台湾，赐给台湾各级政府以及全体人民有智慧、谋略与勇气，共同守护民主的价值。让党心来开声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为着阮有需要的向你祈祷，有身体咧调养的、胃痛咧治疗的，求你甲阮同在，互阮伫你的疼内无惊吓，会通信靠你。也求你帮助阮有家庭、事业、工作需要的，用你上好的安排。引带阮头前的路。最后，我嘛要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，安尼祈祷讲：愿你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愿你是离开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袂你带阮入地市，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报告：
教会消息。第一点，本主日感谢龙兴教会柯合彬牧师带来信息，愿主保守祝福柯牧师一家人，伫主面前有满足喜乐，甲伫伊的正手永远的福乐。第二点，社区关怀据点银发族好厝边，将于9月5号礼拜一陆续开课，请为了课程顺利进行祷告，也为所有参加志工能不忘初心、满有热情，持续祷告。第三点，9月9号拜五下晡4点，教会举行中秋烤肉。因疫情影响，今年中秋烤肉邀请对象以会友为主。那为了方便订食材，请在本主日结束后到柜台报名，那也到今天截止。那教会会视疫情发展滚动式调整，若有需要调整取消的话，会再通知。那第4点，我们为着牧师一家人居家隔离无法聚会来祷告。那团契消息，本主日8月20号、21号，青少系夏令营，然后前往木栅动物园进行城市夺宝。第2点，9月2号礼拜五上午9点半，松年团契参加北中36届会员代表大会，地点在艋舺教会。教界消息，台北中会校园事工于9月17号礼拜六早上9点到12点举办对话的力量创造新连结讲座，那讲员是李崇义牧师。对，那地点在双和教会，那费用是免费的，那想要参加报名的请到1楼柜台。那奉献明细我们请自己看。上营信息512首，信息512首，请起立。咱三个来领受祝福。特别上帝，阮搁一甲来到你的面前，主求你来帮助阮，伫患难中的肢体，无论是病痛，还是伫厝内面有一的艰苦，还是嘛有一寡是确诊的人，主求你来帮助阮，互阮知影你是保护阮的上帝，阮要来倚靠你，求你来帮助阮，有你的同在，阮会当有信心。求你帮助阮，伫你的内面，阮会当得到欢喜，因为你是听，你是永远的听。愿最后所祈祷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甲圣神的相通，甲咱众兄弟姊妹三角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
未倒必回。